花市好新闻，花莲一个新妇，伊就是刘一峰，今年78岁，是法国人，但是大半世人拢奉献给台湾。为着要照顾45岁以上身心障碍的朋友，这10多年来一直在募款，要起一间安德医疗园。过车总算是落成了。新妇希望社会各界继续来帮忙，让设备更加完善，让需要帮助的朋友得到更加好的照顾。做伙坐当细马啊，刘一峰新妇规半世人拢甲这阵囡仔做伙，难得离开花莲到台北行行咧，也是离袂开家己照顾院童。今年78岁啊，为了传教，伊离乡背井，对法国来到台湾，伫花莲住50多天，除了照顾街友、服务原住民，伊嘛接这个安德启迪中心，收容需要照顾的细汉儿。大家感觉伊为花莲付出真多，但是新妇伊感觉对因的身上伊学到的更较多。但平均的年龄已经35岁，他们很天真，所以我觉得我们一面要照顾他们，可是一面也要学习他们的精神。像囡仔伊一般保持轻松的心情，永远用好奇的心看世界。他会这样。新妇甲因酸干的笑眯眯，讲爱乐观，但是嘛爱面对现实，很看因照顾这细汉儿，嘛随着岁月会变老，必须要有更较好的医疗甲照护，伊比公部门所想的更较远。新妇伫10多天前就到处奔走募款，总算互专门安置45岁以上身心障碍者的安德医疗园，伫今年4月初落成。很好，你可以去吃2次哈，要A次。那时候也会需要护士啦，教保员，很多人来照顾他们，年老的时间会过得很愉快，也很安全。即马硬体有啊，更加需要人力甲物资。新妇嘛希望各界会当斗3工，互医疗园加做只身心障碍朋友安心养老的所在。